這個因為風太外圍環流，高雄的山區雨是真驚人。桃園高中里2天累積的雨量有達241毫米。地處南海公路聖景橋下底暗坑，因為大水規個放棄，連橋嘛塌落。也那美蘭部落邊仔的邊坡放棄，大量的土霉水流入去人的人家厝，造成損失。暗港算過山坪，土霉瓜水一直流落來，包圍風台外圍環流，也為高雄山區帶來真大的陣雨。地處桃園區南橫公路3段的聖景橋，下卡暗港和大水沖破。聖景橋是方便施工跟緊急聯絡的一個道路，人員的進出跟一般車輛的進出是沒有影響，但是在工程的部分，30噸以上的車輛就有影響了。橋面因為大雨崩塌，工程車無法度通過。高雄市政府評估山區的雨量恐驚有250毫米以上，宣布桃園、南馬社、武林、嘉新也有6區12停班課。氣象署統計，桃園高中里2天累積雨量差不多241毫米，大雨地區美蘭部落一個山坪土石崩落。昨天來那個土都在中間嘛，還有加一點雨的時候就直接就衝下來了。單獨牆一定要加強，還有這個水溝方面要清啊，水溝最重要。土霉瓜水加土石衝入去民家農舍，好佳在自好前一天煩惱的危險，家己撤離才無造成傷亡。12透早處處找怪手來協助清理，看真濟農機具去互土沙蓋去，農作物嘛沖了，處處一家伙攏食唔甘。抽水馬達那種都在這裡面，所以我們就早上就馬上就是請告我們這邊有那個剛好有人有自己的那個機具，所以我們就馬上搶先用啊，然後我們剛剛在這邊施工的時候，它有第2次在快。正大的陣雨，地處土石鬆軟，閣因為山坪的水溝去互土石塌去，這個土霉瓜水才會衝去農舍。獨家的惡夢電影，區公所表示，天後天氣較好，就會派人到場勘查，趕緊搶修擋土牆，也甲排水設施。記者採訪報道。